舒淇琴晚出席活動，早前有傳你爭做幫女郎喎。我完全沒有收過這個消息，都冇試過鏡，亦都冇接觸過，即係我係冇聽過，我全部都係聽你哋同我講咁咯。舒淇話冇興趣拍打戲，但係幫女郎淨係靚就得㗎啦喎。呢啲交俾地啲人一去做，我做咗10幾年嘅唔使。你想開始減產啊？我想休息啊，係啊，即係暫時唞下咯，即係唔想拍戲，因為前幾年比較一路拍戲好多，咁我覺得好，即係對自己唔想冇咗對拍戲嗰個熱情咧，所以我想停一排咯，係啊。停幾耐啊？半年啦。而家已經冇戲拍啦。係啊，因為我已經還晒債啦，所以我可以過我自己想過嘅生活啦。即係因為你成日拍嘅戲都係你爭人哋嗰啲騙嗰個債啊嘛，所以人哋開咁你就可能要拍咁。咁而家我冇債一身輕，我就可以想拍嘅時候先拍。舒淇話老闆對佢息影冇意見，但係佢會唔會嫌你賺少咗錢㗎？可能都會嘅，因為佢成日都話我搖錢樹啊嘛。咁可能停嘅半年佢都冇所謂啦，佢都唔爭在我呢份錢嘅。你嘅積蓄係咪夠你隨便玩呢？咁1蚊都可以過一餐嘅，我成日1蚊過一餐嘅，即係冇1蚊啦，10蚊啦。係唔係受好朋友林熙蕾幸福嘅生活影響，先至作出呢個決定啊？唔係，我覺得我好似呢10幾年都係為咗電影拍戲而工作，或者工作，好少有自己嘅時間，即係覺得好似應該調適下自己嘅人生。咁呢半年會做啲咩啊？環遊世界啊？吃喝玩樂，所以我咪即係想放肆啲過自己嗰啲生活，都唔會環遊世界嘅，都會喺香港或者台灣，因為其實同埋搣下自己嘅朋友。會唔會為自己嘅感情鋪路先？呢個係緣分咯。到咗未呢？未啊，其實都係突然之間，你睇希蕾